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关心这件嘉义一个头家人防绑票讨买爱3000万的案件。警方是联合类侦办，锁定以姓李为带头的6个嫌犯，昨日喺高雄美术馆的附近开枪，围捕这个涉案的主嫌。也有风声讲，迄个互绑去提钱去换人倒来，这个头家人主要是靠网络跋筊来起家，可能是因为钱真多，才去互歹徒来上钓，甲绑票卡油。这个警方清查了后，查出着7000多万不法的钱财甲枪支。啊，这个案件还有一个嫌犯也被抓到，当全力在追捕。我见大声喊，爱嫌犯乖乖就范，因为有野枪拍算要拍警方。不买上啊！确伫调枪死亡了后，原警挖紧超出车顶的枪支，这是发生伫7日高雄。涉嫌犯嘉义2人抢案的姓李嫌犯，伫美术馆边啊当场被拍死。这案件还为1月讲起，姓李嫌犯嘉义共党的伫嘉义一间 SPA 馆外口。偷砍乌布，掠走姓怪查甫人，爱付3000万的赎金。探无人的时，这个绑匪到特定地点，钱摕了后随放人。警方锁定包括姓李查甫人在内6个嫌犯，抄到1000几万的现金、相机等等的证物。那分别在这个他们的住处、租屋处，总共起出了1004万的赃款。那另外我们也冻结了他账户有500多万，查获转递这个赃款已经有1700多。这案件姓怪查甫人交赎款了后，平安被放回来。听讲伊主要靠网络跋筊起家，可能是赚袂少钱，嫌犯正在找机会下手。其中一名嫌犯，他是在被害者的车上装了 GPS， 所以他可以掌握到这个被害者的居住地形。这个案件也有一个嫌犯在逃，警方即马全力要抓人，无必要相关的罪犯逍遥法外。